我係 Captain 哥，係嚟自維護國家安全嘅星星家族，呢啲就係我嘅家族成員。每次遇到有唔合法嘅事情發生，我就會有一股強大嘅正義力量，令我變成強壯嘅 Captain 哥，同大家講出相關嘅法律知識同違法後果。我同星星家族每一位成員一齊守護國家安全，同維持香港嘅社會安寧，製造出美好香港。星爸，去咗幾日旅行啫，乜搞成咁啊？星媽，等我去問下啦。真係離晒譜啊！管理處人影都唔見咗隻，衛生咁差都冇人理，啲管理費真係白交。點會咁噶？哎呀，自從明叔俾人停職之後，有啲缺德嘅居民冇晒規矩，亂拋垃圾，寵物就隨地便溺，搞到成棟大廈越嚟越污糟邋遢。停職，阿媽發生咩事啊？我聽人講係咁樣嘅，喺前嗰幾日呢，有個住客拖住隻狗喺停車場便便之後又唔處理，俾明叔發現咗，就當場警告佢啦。當時雙方都唔服氣，氣氛鬧得好僵啊。後嚟個住客投訴明叔，話佢態度唔好，仲喐手打人，就係因為咁，明叔就俾法團停咗職咯。識得明叔咁多年，佢嘅性格係嚴肅啲，但係絕對唔會出手打人喎。我都係咁覺得啊，奶奶。佢啊，唔單止濫用私權啊，仲對我使用暴力啊，咁叫做維持秩序咩？我陣間再去報警，我高硬佢噶啦。你確定明叔真係有喐手打過你？你又確定係要報警處理明叔呢件事？梗係啦，你咁問咩意思啊？你懷疑我屈佢呀？根據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隊條例64條，任何人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罪，或作出虛假嘅陳述或指控，以誤導警務人員，即屬犯罪，可處罰港幣2000元罰款及監禁6個月。雖然當日事發嘅位置閉路電視嘅範圍並冇覆蓋，但係泊喺對面停車位嘅私家車嘅車 cam 就將整個過程都拍低咗。當時明叔根本就冇喐過手，反而仲俾你不時推撞喎。你嘅行為同當年黑暴事件裏面嗰啲扭曲事實、四周圍散播謠言、誤導警務人員嘅人有乜分別啊？當時咁混亂，可能係我記錯咗啫嘛。唔好意思啊，明叔。我只不過咧係想盡我嘅職責，維持屋苑嘅秩序同清潔，等啲街坊住得開心啲。至於態度方面，我會檢討噶啦。咁冇嘢啦，誤會唔會吓？我都有啲事要做啊吓，就先啦。明叔，既然成件事都唔關你事，咁你可以復職，繼續服務街坊啦。啊，多謝主席啊。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論語衛靈公，意思係唔可以用自己嘅角度去推想別人嘅心意，要將心比心，設身處地為人着想，推及他人。同時亦都要理解他人，多以對方立場考慮問題，先至唔會冤枉好人。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朱子家訓。我哋做人處事，唔好以為少少嘅壞事就口出狂言，傷害他人。咁樣嘅小事可能會影響他人一生，成為極惡嘅大事。相反，做一啲微不足道嘅小善事，積累落嚟，可能會流芳百世，影響後代。耶！